赶快来关心这高雄的山区，因为这大水雨会霜长，包括着台20线桃园段、台27线六股段，还有台29线南马社段，加侪大交通拢断站。经过公路局的抢修，即马已经是带条件开放通行。公路局表示，讲目前的便道是临时用来运送物资、甲紧急状况使用的，也继续来畅通车路。 登陆路的车队载着满满的物资，准备要送去受困几多天的桃园复兴三里。原地安算初7才会通的台20线勤河往复兴路段，初5尾暗仔公路局提早抢通一条临时便道。市府虽安排物资送入去各里，但因为便道敢若小型车会当行，部落也出动真侪铁牛车来斗载。初6早起，市府再次启动全地计划，送猪肉来山顶。这边项目进来，然后一直滴，让我们的全村的里民昨天睡得好舒服。 除了通往桃园的路抢通，公路局嘛抢通要去南马社台29线4.5公里的三明会路段，居民出入暂时无问题，不过临时便道有限时间，而且是5栋以下车才会当行。现在当地唯一的加油站也特别无油通卖。我们有看，差不多300公升了，很多人加了，大概没有多少几台了，那现在是每一台大概就是500块，只能最多加到500块。对。 公路局强调，目前抢通的便道拢是应付紧急状况用的，包括台27线6股段20公里的房山，即卖拢当咧抢通。另外，伫台20线6股段80公里的搜救行动，初6已经是第8天的走找。消防人员表示，初5有搁发现一块大体甲骨头，初6这天敢若找到一寡失联民众的相关物件。针对倒塌竹林及横倒树干进行切割及清除作业，经搜索现场共发现3件疑似与失联者相关之物品。公路局表示，目前山区的道路也是有真侪所在在抢修，虽望天气有较稳定，不过也是有危险性，民众若无必要，就尽量莫去山区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